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8月17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特有的传统习俗，做16回成年礼，今仔日留咧登场。其中伫开龙宫的成年礼，台南市长李梦燕亲身到场祝福，伊期盼每一位满16岁青少年，未来拢会当勇敢面对挑战，贡献社会。农历7月是儿童守护神七娘妈的圣诞，伫过去清朝将满16岁就代表已经长大成人，所以伫16岁迄天的7月，家长拢会带囡仔做16岁来感谢七娘妈的守护，同时嘛象征囡仔大汉会当开始分担家务，负起社会责任。咱的区长爱做贴贴的哈，我们区长好体贴，帮忙弄好哈，谢谢我们区长来。安平港，哦，遐有真侪码头的这个工人，哦，啊，你若是16岁以前，敢若会使领半薪啦，叫做囡仔工。啊，做16岁了，就会使开始视同长大成人，领全薪，啊，领大人的薪水。所以这16岁对咱的年轻朋友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尤其若16岁进前，咱的娘家，哦，那个外公外婆那边就会送礼物来，啊，那么来家一起做16岁哈，来庆祝咱的小朋友的成人，哦，所以讲这代表讲，咱是我们的年轻朋友是在各界的关心，哦，咱娘家、咱外公外婆也很关心，啊，咱一个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这边也一起来庆祝16岁，那代表我们。这个顺利从年幼的时候顺利健康的长大成人。做16岁这项习俗已经延续300多档，活动无分男女，只要满16岁就当参加。民政局嘛表示，市府非常重视做16岁成年礼的礼俗，所以积极邀请每一个庙宇家己搭配文化局爱情城市活动扩大举办，做回来宣传这项有意义的历史活动。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伫七娘妈生日这天，不止府城的庙宇有做16岁仪式，冒市民伫厝内做16岁。台里市长李梦燕就特别前往为伫新农街展架祝贺，展架的人也跟着鸟舞经，互厝内成年的囡仔练鸟舞亭。府城做16岁成年礼，台里市长李梦燕特别来到中西区新农街这个展示徛街，推广伫厝做16岁活动，并且担任主祭官，带领家属甲做16岁青年做回来庆祝七娘妈圣诞。庆祝奇南点碧湖，努力继续。市长除了甲展架做伙上香以外，嘛甲青年厝内人跟去鸟舞经，互参加成年的少年争出正入，同时早来勉励。啊嘛，透过这个机会做16岁哈，也得代表咱小朋友的我们年轻朋友人生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啊，过去是小朋友在家里是没有发言权，即马爸爸妈妈也是用这个参详的方式。好，跟您讨论，因为你已经长大了哈，好，所以这个权利不一样哈，第二个，但是有权利，你的责任也不同，过去你是小朋友，是受呵护照顾，今嘛长大成人以后，这个家计，以前的社会，都要开始去趁钱养家，趁钱养家，嘛会使带某，会使，另外，在现在的社会，就是你要对家庭。对社会要有一份的这个责任。近年来，真侪人拢选择到庙宇集体做成年礼，伫厝内做16岁传统嘛渐渐减少。为了保留这项传统，文化局每一档拢会选择示范家庭，推广伫厝做16岁。做16岁，我嘛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迄个全家团聚全家团聚一起庆祝，一起祝福这个小朋友长大成人。那么进入人生的另外一个里程，所以我看今仔日阿公阿嬷嘛有来，爸爸妈妈嘛有来，听讲做16岁，外公外婆爱送一份大礼，
哦啊，所以这表示咱小朋友是哦，外公外妈嘛疼，阿公阿嬷嘛疼，爸爸妈妈嘛足疼，哦，是在一个大家一起呵护、一起这个照顾、疼爱的环境下长大。富城七龙马生做十六岁是咱市的市定民俗，文主处推广伫厝做十六岁，今年已经迈入第7档，伊是以传统的古礼来祭拜七龙马，不只会当吸引外地游客来观看，同时嘛当互这项传统的习俗会当继续传承落去。台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另外，安平开台天后宫的做16岁活动已经迈入第20档，依照传统科仪所办理的做16岁当大人仪式，也吸引侪在地青少年朋友前往参加。做16岁是台南府城第1位传统习俗，已经办理做16岁仪式连续20档的安平开台天后宫，一透早就有侪要做16岁青少年朋友伫咧庙埕报道，并到天后宫内底。向妈祖以及七娘妈行祭拜礼，表达敬意。做16岁仪式开始进前，庙方也向侪现场的青少年朋友说明做16岁意义。过去呢，做16岁，台南市呢是从安平这个地方开始做的，因为安平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小渔村呐，以前的小孩子没有像你们那么幸福，很小的时候，找通辉就随着大人到码头去做代志，10多岁就跟着大人去做事情。当然，他有没有工资？有，领的是童工但是当他到了16岁以后，由外祖父、外公外婆那边姑一边来帮你做16岁。做16岁，当你做完16岁这个仪式以后，你再来工作的时候，就可以领到大人的钱啦。当你做16岁了，你就领大人的钱。这个做16岁的活动，就由这边一直延伸到台南市各个角落，变成台南市的一种特色啦。做16岁上界重要仪式，就是行花道出招宝经。参与的青少年朋友，男性爱头戴着状元的帽仔，女性爱戴着凤冠，依照着传统的科仪来进行，才当真正代表这寡青少年朋友已经变做大人。这项传统文化科仪，嘛是别县市拢无，台南独有的传统。成人礼是一款代表恁过去迄个从这个幼年成长，那到16岁在各界的。在咱父母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大家的疼爱之下，那今天要长大成人。另外，庙方也安排了感恩皇帝敬拜父母的仪式，互囡仔跪咧皇帝答谢父母的温情，同时也有定王城仪式，互这寡青少年朋友会当体验到一步一步脚踏实地、负责任态度。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立法院3读通过空气污染法修正以后，将严格管理10吨以上的老旧车辆排气检验。若是无通过，上重的处罚是注销牌照。17号一透早，将近200台大型货车、拖车等等，都为台南高铁站一下游行进行抗议，发出老车无坐、反对强制淘汰诉求。下晡也去市政府递交订正书。900台大型货车甲拖车上午一透早就组织伫桂林高铁站北上老汽机车无坐，反对强制汰换标语甲布条。根据了解，因伫立法院3读通过空气污染法以后，就发了一个修改法令，让1日期老车无法度进入市区，所以先日自救会全国串联要来发声。上午自救会来到台南，嘛要严正抗议市府公布大量空气品质维护区，互因面临强制换车的命运，相当不满。我们的诉求就是我们1234期的车，我们要回归1234期的验车标准。很简单，我们当时是几号验车标准通过的，我们现在就是要
继续用几号的验车标准。你不能说我老车，然后你用新车的标准，那我当然验不过，这很简单。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要求要废除空品区，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因为空品区是你政府设立的，而且它设在码头，可是码头就是我们工人跟我们货物运送最集中的地方。那你在这里把这些设置空品区，然后叫我们这些货车全部不能进去的话，那请问我们货车要干嘛？需要所有车辆的前往市区游行，场面相当壮观，嘛引起济济民众注目。途中不时以持喇叭来表达因的愤慨。空污法有没有？就不能说那个越级要检验越级的车啊，一级就是一级，二级就是二级啊。你不能说叫那个老人去检验那个20岁的体能吧？哦，你这样子的话，你全世界也没有像我们台湾这样子的那个恶霸的政府嘛。我们有依法缴税啊，又不是没有缴税，也依法验车啊。哦，你凭什么淘汰我们的车子？面对全国自救会伫台南的大游行，除了第4分局全庭监控，避免引发无必要的冲突甲危险。环保局长嘛亲自回应，表示目前台南并无公告空气品质维护区，所以现阶段无论新旧的车辆，只要符合原出厂的标准，都会当上路。有关于空污法修正通过以后，授权给地方主管机关订定空气品质维护区，那么进行特定的车辆那这个部分有关于它后续的一些管理办法都在研定中，也就是台南市政府绝对没有在现在就划定空气品质维护区那么现在老车业者在反映的是我们在以前做法里面的空气品质的这所谓的禁区，干净的禁那个做法是指的是说，如果你能够取得自主标章的时候，你进到工业区里面，你就不会被说拦检这个事情所以我再重新澄清一次，我们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划定所谓的空气品质维护区，也没有说禁止所谓的1、2期柴油车或者是2行程的机车进到工业区或其他的场所如果要严定这种东西，我们一定会收取各方的一个意见以后，再重新审慎的规划。环保局嘛表示，老车无定义是乌烟的车，而且中央对着空气品质维护区相关的管制也在研议的阶段，嘛请民众唔免过度反应，或者是听信不实的谣言。但新闻根据郭博义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台南市目前有9万外位身心障碍朋友，面对1年1度的中秋节。社会局特别邀请9个身心障碍团体，宣传因所开发的月饼礼盒甲伴手。市长李梦燕嘛全力的促销，呼吁市民中秋送礼也会当做爱心。今年的中秋送礼，如果也未想好要送啥物，现在所看到的礼盒甲伴手将是真好的选择，因为因拢是台南市的身心障碍团体所推出的，而且经过卫生单位检验合格。互买月饼买当兼做爱心。今年市府社局为了替因促销，除了结下9间机构办记者会，会中新众朋友嘛总办双鹅甲月兔来卖力宣传。台里市长李梦燕除了具体认购200克啊，嘛呼吁市民甲企业踊跃支持，希望今年会当突破22000克啊，达到750万的销售成绩。我们也希望市府去年购买的量是到660万，这9家身心障碍团体。那我们希望今年也能够再提升这个业绩，可以突破750万。
这个是我们今年努力的目标。那也呼吁我们所有的台南的市民朋友们，还有企业界那么大家上市府的网站就可以知道这些订购的这9家团体跟机构。那么鼓励大家踊跃的来订购。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社局今年嘛加了伫华夏这个工厂等企业到宣传文宣品顶面的印制，希望和各界拢用更加侪多元的管道来支持，甚至市府各局处也有认购比赛，市长为额外提供奖励。那刚刚市长也说，市长会不会比赛啊？市长说，我们市政府我们在做如果有市政府各局处的，要拜托各位了，我们社会局来设计一个小小的竞赛，那希望各局处的局处长带领的同仁来跟我们这个认购。那认购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竞赛之外，市长说，伊要提供奖励啦我唔知影什么奖励，了解，咱家期待市长能够给我们奖励啊。确实最爱心输人唔输阵，市长参选人吴伟霆等贵宾马龙高调关心所有身心障碍团体，用具体行动来支持。我们自己每一摊都有买了，那我们将来也会媒合一些亲朋好友以及一些好朋友他能够去购买。目前为止的绩效大概有100盒了，所以我们不敢超越理事长，但是我们也小有成绩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份是好事，做公益大家一起来，希望大家一起来享用物美价廉的，而且还有这个功德红利的，有这个社福红利的这个社福团队上面推出的中秋礼品。活动最后，市府嘛将向前幸福的摩天轮点光，用爱提供身心障碍朋友一个自立的机会，场面温馨热烈。电视新闻郭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位伫后火车站的百货公司，每当拢会举办韩国美食展。今年较特别的是，首次引进高级鲔鱼的礼盒，而且阁有真侪韩国当地才有的特色美食。业者预估，为17号开始，连续12天的促销活动，业绩将会突破200万。万东百货甲韩国农水产食品今年再次合作，引进韩国上较有特色的美食甲盘手。特别这个时节，拄可是中秋送礼，所以业者今年引进的种类嘛加足丰富。除了在地上界出名的泡菜，加强调毋是用油所浸的泡面等上受欢迎的产品以外，今年特别主打原本一喙才300块的套路，现在3种相关商品的礼盒只要1000块有找，而且现场也阁有专人教你安怎料理。除了这几家的那个韩国那个主要的美食我们他们今年蛮多的一个新品，包含像他们今年也有进口一个类似那种我们可以不用到很远的地方，在这边就可以尝到类似那种 Toro， 就是鲔鱼现做现美的美食料理。然后呢，除了我们这个很多的新品之外呢，那今年的价位比去年在销售的部分还更便宜。然后呢，为了刺激一些消费的部分，我们还有特别做一些满额赠礼。那除了还可以有那个石锅啦、洗发精赠送之外，还有机会获得韩国首尔的来回机票，来让观众来抽奖，那能够来活络这个整个一个韩国展的一个买气。美食展览者第一天开幕，就吸引侪民众来高观，备受好评。无论送礼、主演，都是真好的选择。有些东西我之前没有看过的，是就是对啊，是有比较便宜一些，品相非常丰富的。它的项目也蛮丰富的。对，是多样化，还蛮吸引人家来。对，是之前楼下小姐有跟我讲，所以我就上起来看看这样子。虽然百货每一档规划备场并无大，不过业绩对100万开始，每一档拢有成长。今年伫12天的期间，嘛希望突破200万的营业额。但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茶没落文化是关岛当地传统文化，关岛的观光局特别安排当地原住民舞蹈团，首度来到台南，伫个蓝色图进行快闪的演出，充满热情活力的舞蹈，非常的精彩。
来自关岛的原住民朋友热情地展现出因的传统舞蹈，和南赛图文化园区头前的广场闹热起来，聚集了侪人潮。这是关岛观光旅游局带来的原住民首度来到台南表演，希望借由因传统舞蹈的吸引力，引发较侪民众对关岛有兴趣，并且前往这个天然的海岛去观光、去旅游。Guam is only 3.5 hours from Taiwan. 据说台南到关岛的距离只有3.5个小时的飞行距离，时间不是很长，而且又很近。但是因为现在在台南跟关岛之间没有直飞的班机，但是不要紧，我们关岛观光局会很快的努力，让这件事情促成，让台南市的民众有一个很方便便利的航班，直接飞到关岛去参观我们美丽的关岛，到美丽的关岛去度假。台南市政府也希望会当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甲关岛的观光局进一步来做文化甲旅游上的交流。他们主办的一个活动，那同时也邀请了关岛观光局的董事会主席米尔顿，他也带领了他们四个查莫洛原住民来我们台南表演。那他们除了在我们台南之外，也到了高雄，也就是说，他们这一次是以南台湾为主来推广他们的观光。那我们知道关岛也有原住民的文化，那跟我们台南的原住民文化其实也是渊源已久。那原住民文化是这个土地上最早，然后也是最丰富的一个文化之一。我们很高兴说台南能够以这个原住民文化来跟他们做交流。那我们想借助这一次的机会，让台南人也认识关岛，然后呢也多到关岛去观光，同时也会让他们多认识、了解台南市的各项的进步跟观光文化。这场快闪的舞蹈表演，开启了台南民众对着查莫洛文化的好奇。关岛观光局大力推广，也欢迎较侪民众做伙到关岛来体验较侪当地热情的文化甲风情。台南新闻网只好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多云底将转好，或者是雷雨的天气，温度26度到30度，落雨几率有6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高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8月17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